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叫无可能的宣告。咱知影有一出电影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电影翻译做无可能的任务。这出电影真轰动，拍真侪即个续集无论倒一集。伊的电影的剧情拢差不多，拢是描写男主角甲伊的团队接受一个真困难的任务，然后伊经过千辛万苦，但是到落尾，因这个团队一定会突破定定的困难来完成使命。真侪人真介意这类型的电影，所以因的迄个嘛真卖座有真侪少年人。常常会幻想讲，伊就是电影中间的主角，对家己的顶司接受一个真困难的任务，而且伫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间，佮稳重家己的身份，而且拄着真侪困难，甚至到落尾，伊的精神介绍毋是家己会当控制，甚至怀疑讲，为什么顶司要交代这任务互我？但是最后，有完是克服这个困难。将任务完成，任务完成了，就接受顶司的奖赏。咱知影 mission 这个字，伫英文顶面会当翻译做任务，嘛会当翻译做使命。如果若伫信用顶面，嘛会当翻译做宣告。所以牧师今早起要通过所读的经文，甲大家做伙来分享上帝听的宣告。题目叫做无可能的宣告，拍一个问号，搁一个惊叹号。毋是表示讲宣告无可能，是表示上帝用一种人无法度理解的方式来宣告，就是找见一个真正的宣告者，就是伊的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完成伊交代伊的使命。今日是庆祝圣诞的日子，所以咱一定要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来到这世间。每领受上帝话之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今日是庆祝圣诞的主日，阮自己伫你的面前，免领受你的话，求你透过你的话启示阮，互阮真实明白耶稣。安怎接受这个任务，完成这个任务？阮应该安怎回应对耶稣遐来的听？恳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首先，咱来知影耶稣为什么会接受这个任务？咱知影伫圣经中间，咱讲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嘛创造人类。伫上帝所有创造的物件内底，人真特殊，因为上帝互人有灵性，所以上帝交代人，甲伊做伙来管理这个世界。但是人因为受到罪的影响，离开了上帝，人受到罪的捆绑，都生活伫黑暗中间。但是咱知影，上帝听咱，伊看见人生活伫这罪恶中间。受罪恶的捆绑真痛苦，上帝真唔甘，所以派伊的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伊爱耶稣基督完成一个任务，就是爱耶稣基督显明上帝对世界人的疼，要救人脱离这罪恶。所以今早起咱要做伙来思考，耶稣接受这款的任务，伊要用什么款的方式来完成？上帝交代伊这个无可能完成的使命。今早起所读的经文是出自新约圣经的腓立比书的第2章。如果咱若讲腓立比书上界重要的经文，就是今仔日所读的这段腓立比书第2章第5节到11节。这段经文，保罗利用这张批来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讲。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上帝为什么要派耶稣基督
来到世间的任务是啥物？以及耶稣是用什么款的方式完成伊的使命？这段经文呢，一开始，大人讲，恁爱掠基督耶稣的心做心啦。用较白话的话来讲，就是讲，恁爱掠耶稣基督做模样来学习。要学习什么款的模样？就是第63到第8节。这段经文安尼讲，伊原本得有上帝本质，但是却无滥用甲上帝同款的特权。意思讲，耶稣基督原本得是上帝，但是伊无因为伊是上帝，伊就使用这款的特权，无服从上帝交代伊的使命，无伊接受上帝予伊的任务，伊自愿放弃一切，除了奴仆的本质。这是耶稣基督会放弃上帝的特质，请做人的本质。伊请做人，用人的形体来出现，然后伊自甘卑微，顺服到死。而且死伫当时阵上界残酷的残忍的酷刑，就是十字架顶。因为咱知无数过去大概讲过几啊遍。伫旧约时代，人若有罪，伊就爱献赎罪祭，伊就爱牵一只羊仔，将这羊仔牵到祭坛头前，然后用伊手压这个羊仔的头壳，然后较亲像将家己的罪灌入去这只羊仔的身上。这羊仔原本就是无罪，但是因为这个人有罪，所以伊到尾爱替这个人来死，这羊仔就被抬死，来代替这个人的罪，这叫做赎罪。所以一个无辜的羊仔替人来死，叫做代罪羔羊，就是替人的罪来死的羊羔。耶稣基督就是安尼，伊原本都无罪，但是因为为着承担人的罪，为着满足上帝公义，所以伊为着人来死，为着人来牺牲，做咱的替咱的罪的羊羔。有人用一个故事来说明耶稣替咱死的情形。这个故事是安尼讲：有一对双生仔出世了，因为这个家庭有困境。所以老爸老母高不离将这两个囡仔送互两个无共款的家庭，拜托因来这囡仔栽培大汉。其中大兄送互一个真负责任的爸母，真用心来教育来栽培。所以大兄大汉了，请做一个真好的、真正义的法官。当伊的事业渐渐有一个基础了，伊就一直想要找找伊这个失散真侪冬的这个小弟，这小弟比上伊的家庭比较放纵这个囡仔，佮去交着歹朋友，所以人讲细汉头挽步，大汉就头牵牛，细汉时做出个歹代志，到尾连杀人放火的代志，这小弟也去做，所以这个小弟做了这款的代志，就被抓送到这法庭去审判。无想到审判伊的就是伊的大兄。其实因两个人因为双生仔两个生做真共，所以一见面就知影讲对方就是伊失散几啊冬的这个兄弟。别人嘛拢看得出来。这个法官，这大法官的大兄，伊心内就充满了挣扎。这是伊的兄弟，但是伊兄弟犯了遐尼大的错误，到底是变怎判？伊思考真久伊必须要尽忠伫伊的职责，所以伊无法度减轻伊小弟的罪过，所以到落尾就来判伊小弟死刑。因为教法教理，这小弟拢爱需要为着家己的罪过承担责任。但是，伫这小弟受死刑的前一天，
做法官的大兄，透过关系去探访一个小弟，伊伫个小弟的面前告白讲，我就是你失散过来真侪当的大兄。我今日来看你，是要对你讲一句话。这小弟讲，大兄，你要讲的话，我伫法庭拢听过啊。我知影你要指责我的错误，我做安尼真不应该。大兄来讲，有一句话我伫法庭中间无来讲。小弟来问讲啥物话？大兄就讲，迄句话就是讲，我听你，我是你的大兄，我听你。大兄是来小过听这个小弟啊，所以到落尾，伊做一个决定，讲小弟，咱两个来换衫。我第二天，我来替你去执行这个死刑。亲爱兄弟姐妹，如果你是这个小弟，你的心中有啥物款的感觉？当然，咱会想讲。这是一个故事啦，现实社会中间是无可能发生的啦，无人会做这款的戆代志。但是咱爱明白，伫现实上无可能，但是伫咱的信仰上却发生啊！上帝为着咱献上伊的囝，耶稣基督真做咱的兄弟，而且无罪伊因为有罪人来承担罪过。圣经中间安尼来讲，为义人死是罕得有的，为好人死，检使有人加做。但是上帝为咱显示了无比的疼，当咱也是罪人的时，基督已经为咱死。伫咱的社会中间，咱有时看到有一个好人为着救别人来牺牲伊的性命。但是通常拢是为着亲人，还是为着一寡无辜受苦的人来牺牲。但是耶稣明明知影咱是罪人，伊却甘愿为咱来死，且选择死伫十字架顶。这就是上帝对咱的疼。那安尼，咱要安怎回应？通过今仔经文，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三项。第一项就是咱来掠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就是咱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模样，对伊的脚步来行。耶稣基督的模样就是伊甘愿卑微，请做人，甲咱罪人做伙，承担咱的痛苦。咱嘛爱安尼做。真出名的人道主义者德勒莎修女，伊用伊一世人的时间去服侍别人。伊无分宗教，毋是讲应该照顾天主教徒还是照顾基督教徒，毋是安尼。伊是只要是上帝创造的人，无论伊的信仰是啥物，伊拢去照顾伊。有一遍，伊去到一个真丧乡的社区，伊去遐救助一个人。迄个人握着伊的手来讲，伊实在想袂晓，阮伫这社区的人，所有的人用爬嘛要爬走这个社区，大家想要离开这个所在。无想到竟然有人愿意行来遮陪伴阮、照顾阮。这就是亲像耶稣基督相款，伊有上帝的特质，但是伊自甘卑微，顺服到底。所以咱甘是甘愿屈给家己，做一个卑微的人，为着要服侍人，咱甘愿牺牲家己。我有一个经验，伫9日地震了，迄个时阵，咱台湾就每一冬差不多拢会拄着，那风台来就大水灾、土石流真严重。我会记有9日无偌久了，有一个风台叫做桃子台风迄中北部受到真大的损害。迄个时阵我伫台南学生中心服侍，因为9日已经有几遍救灾的工作，所以我就马上联络这中乐教会总会，讲对于有需要学生去遐协助，伊就人讲无就派阮去苗栗
道南吼附近有一个庄社吼，客家的庄社叫做北部旁。吼，因为当地受到真大的损害，迄土石流规个对山顶冲落来吼，迄厝2楼的拢变1楼的，吼，3楼变2楼的，1楼拢全部拢是迄落土石流淹满吼。啊，阮去的时阵已经有迄个军队吼，国军用迄个较大型的迄个机械来替人挖迄落土石对因的厝面挖出来吼。有一寡所在机械无法度去的，得爱人来挖。所以我就跟这学生哦，去互派去挖迄落排水管吼。迄排水管有真大，差不多比人较矮一点嘛，吼，圆的真大的排水管，因为你要来迄土石来挖出来吼，若搁落大雨，拢塌掉的，就搁满出来，搁满入去厝内底，所以爱去入去用人来挖出来，迄机械无法度入去，吼，迄差不多遐悬吼，若阮无需要可能咱行入去啊，若阮较悬一点吧，行袂入去，吼，所以入去拢爱屈低啦，吼，拢爱弯腰安尼吼，入去挖。迄实是真艰苦吼，咱若安尼保持这个姿势吼，搁爱挖吼，迄内底搁安尼空气无讲介好吼，阮就入去挖吼，第一遍入去挖，第一工入去挖4点钟，大家出来了够忝的。我问阮的学生讲吼，因为阮挖了爱用一桶一桶的土安尼赶出来吼，较用车载走。我问讲哇，恁今日安尼感觉安怎？其中一个学生老讲吼，伊挖10分钟就想要走出来啊，吼！但是因为我伫迄洞口啊，吼，所以毋敢出来啊。我讲吼，你若走出来，我就对你出来啊，因为实在是真艰苦吼。但是牧师要来大家分享的吼，毋是这艰苦，是要互大家了解讲当地人的反应。迄是一个真保守的庄社，吼，内底无半个基督徒，吼。伊看阮穿迄个长老教会迄个服饰、迄个衫吼，背心吼，大家头去就感觉讲，虽然是感谢，但是敢有一个小可有一个距离安尼，无共款的宗教，吼。但是吼，阮安尼挖伫遐挖4角，吼，迄排水管较叫阮挖会通，吼。挖4工了吼，我要行长的了吼，敢知影？伊迄就一条街尔，吼，我咱咧行，摕迄物件咧行长去吼，因为所有的住伫遐的迄个村民吼，拢徛伫门口口，甲阮拍扑啊，甲阮欢送，吼，所以就是了，我就来遐团队吼，道南教会团队讲，你着开始会当做福音的工作，吼，阮就拍基础。所以这互我体验着讲，如果咱若无要屈给家己甲受苦的人做伙，咱是要安怎对因讲？上帝是听因的上帝。所以咱爱学习耶稣基督，屈给家己，谦卑家己，来参与伫别人的苦难中间，安尼一定当软化别人的心，来完成听的宣告。所以这第一项。爱学习耶稣基督的模样。第二项，这段经文的第90到11节安尼讲，所以上帝高举伊到伫上悬，赐予伊迄个超越万名的名号，为着尊重耶稣的名，天顶、地上、甲地下一切的众生，拢爱对伊下拜，众口拢爱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学了上帝的荣耀，这是讲，因为耶稣基督顺服伫上帝的命令，完成无可能的宣告，所以上帝将伊高举，互伊得到荣光。这段经文嘛，带予咱一个真好的好消息，就是如果咱若明白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罪来死，咱若愿意悔改，接受伊的救恩，咱就当亲像。拄在迄个故事中间，迄个法官真疼伊的小弟，伊决定为伊的小弟来死，
所以伊对耶小弟讲：“我要对你讲一句话，我听你。”然后该交换衫的时阵，这小弟只要做一件代志，就是伊完全悔改，然后伊接受而且相信因大兄所讲的话。当伊悔改、接受佮相信了后，伊就得救，重新过一个新的生活。这段经在咱表明讲，咱会当相信而且选立耶稣基督做主，安尼咱就得到救，就是这么简单。在座如果有也未接受这个福音的人，无需要来讲。如果你若愿意悔改、相信而且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会当过一种新的生活，甲过去无同款的生命。这是介大的问题，但是圣诞节真实的意义，伊会改变你的生命。最后，咱所有其他的人，咱来知，伫无可能的任务这出电影中间。这个主角最后完成伊交代的任务了，新的任务会去来临。在信仰上，耶稣用人的智慧无法度完成的任务去完成了，那就是伊完成上帝交代伊的宣告。伊也将这款的任务交代予咱，咱得要学习伊的款式来宣告。这对咱来讲是真困难。爱克服侪侪软弱，爱克服侪侪环境的阻挡，但是我靠上帝，咱都有亏力。有人将英文中间的 impossible 无可能这个字，来拆做头前去 I am， 然后加一撇叫做 I'm possible， 意思是讲我是有可能的。如果咱少年教会兄弟姊妹，如果咱台湾的每一个基督徒，咱对家己讲，宣告我是有可能的，我相信，这绝对会为台湾带来真大的改变。愿上帝赏赐咱这款的信心甲开力，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愿感谢你的恩典，透过你的话，阮得到激励。我们用基督耶稣的心做心。我们宣念耶稣基督做阮生命的救主，阮也要接受耶稣去完成迄个无可能的宣告。透过阮的见证，引带更多人来求婚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